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为新历4月初3花莲大地动了，都大专家提醒要特别注意三大短暂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就是读作段、倒碗段第7条。读段这是读鼻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段就是分开意思，像讲一地、一项、一平，咱拢会当讲是一段。像讲古早讲到田的单位，就有人讲是一段田。这件代志，嘛有人讲是一段代志。代志发生到一个段落，咱讲是一个阶段。这项物件，像讲古早有人讲是一段好意。这个文音读作段，有人说段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手段，代表是做代志的技术甲方式；第二个词读作路段，代表是车路的一部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本来是上下班时间，全世界重要的路段拢会塞车塞甲真严重。有的国家政府就用较激烈的手段，像讲爱尔兰首都嘛是第一大城市都柏林，就规定自家用的车袂当进入市中心，加做欧洲头一个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段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作段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